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藏人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出席第11届就义尼玛传承研讨会；司政边巴次仁访问美国华盛顿特区，推动外交交流；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出席诺布林卡文化节。西藏前政治犯郎吉向美国藏人讲述西藏境内局势。驻布鲁塞尔代表在卢森堡出席西藏之友会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驻日本代表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转达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领导人的贺函。每周展望九世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0月31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藏人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另外，达赖喇嘛尊者还将于11月17号参加由印度7所中央西藏学校、西藏儿童村学校及其分校、穆苏里西藏之家以及印度、宁波尔、不丹等地的西藏学校举办的长寿法会和感恩活动。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于上周四10月23号在印度南部白拉库比藏人社区的南卓林寺出席了第11届就义尼玛传承独特见解与哲学研讨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在会议上致辞时，对达赖喇嘛尊者及各教派的高僧大德在弘扬佛法、传播佛陀教育方面的不懈努力表达了深切感谢，并强调佛教的3大核心要素：佛教科学、佛教哲学和佛教信仰，指出修学者应全面理解并将其融会贯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美东时间10月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与美国智库专家进行交流及接受国家利益执行主编的专访，并次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本周三10月29号，司政边巴次仁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新闻俱乐部举办的头条新闻人物活动上发表演讲，主要谈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扩张，并呼吁各国领导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时应重视长期影响。在谈及藏中关系时，司政表示，藏人依然怀抱希望，但要实现实质性进展，中共内部需要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当被问及若达赖喇嘛尊者圆寂，西藏将如何应对的问题时，司政指出，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尊者作为一位具有远见的领袖与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早已为藏人社会在他圆寂之后的延续做好了充分准备。司政边巴次仁此次对华盛顿特区的访问行程，以拜会美国国会和参议院各委员会成员的会晤拉开序幕。期间，司政与多名美国议员讨论了美国对西藏项目的持续支持，并且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接受了国家利益执行主编詹姆斯·西姆伯格的专访。而在访问华盛顿特区之前，司政在墨西哥与地方议员、学者、学生及多家媒体进行了交流，进一步扩大该国各界人士对西藏议题的关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西汪姆与法官帕帕次仁、达瓦普吉于上周五10月24号出席了在印北达仁萨拉近郊的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举行的西藏文化节开幕式。为期2天的西藏文化节旨在弘扬西藏的传统文化。该中心在文化节上展示了木雕、绘画、雕塑、唐卡及缝制艺术，充分展示了西藏丰富的艺术和文化遗产。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博物馆也在文化界期间举办摄影展，内容聚焦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与成就，并另设藏人志愿游说项目的信息展台。与此同时，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协调下，西藏前政治犯郎吉于近日参访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加州波特兰、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及芝加哥等地的藏人社区。郎吉在上述藏人社区发表演讲时，呼吁世界各地的藏人保持团结，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诲，并讲述了他在狱中遭受的苦行经历，他所认识的自焚者故事，以及仍在西藏境内忍受迫害与折磨的藏人之现状。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区真根康于本周一10月27号在卢森堡出席了当地西藏之友会成立30周年庆典。代表仁增区真根康在庆典上致辞时，感谢该组织长期致力于为流亡藏人社区提供的优质教育与医疗支持，以及推动保护西藏珍贵的传统文化，并推广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理念与愿景。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旺加波阿瑞亚博士于上周二11月21号在日本国会大厦拜会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三谷惠里子和秘书长山田宏议员，并转交了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致给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贺函。在会晤期间，代表阿瑞亚博士向三谷惠里子议员与山田宏议员通报了中国当局近期在西藏各地查抄寺院与民宅中供奉的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情况，并介绍了有关殖民式寄宿制学校的最新报告，以及藏儿童在寄宿学校中面临的困境。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团体在过去的1周继续通过各种庆祝活动，推广尊者的人生4大使命和慈悲理念。为庆祝90华诞及慈悲年，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发布了2首新推出的儿童歌曲，名为《达赖喇嘛尊者与他的家人》和《愿达赖喇嘛尊者长久住世》。此外，教育部还推出了系列节目《达赖喇嘛尊者10场教育讲座》的前2集，目前可在该部门的官方 YouTube 频道等平台上观看。另外，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的诺杰林藏人定居点办公室与当地印藏友好学会合作，于上周六10月25号举办了一场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及成就的图片展。而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当地多个支持西藏团体与近日联合举办了纪录片《幸福的智慧》放映会，影片聚焦达赖喇嘛尊者的思想与人生。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